今晚就煮呢碟 Toscani 奶油三文魚意粉，聽落去好似幾正宗，但老實講，我淨係攞身邊嘅材料，啱我口味就得咗。意粉入水前記得落鹽，冇鹽嘅麵就好似冇性格咁。洗好三文魚記得要抹乾，除非你唔驚俾油噴到。原本傳統嗰陣話要用番茄乾，但我改用小番茄，爽甜又 juicy， 唔係傳統，但啱我味。講到呢嚿魚，因為係魚味，冇咩油脂，所以我落咗橄欖油，幫佢揾返啲香氣。唔係真係正宗煎法，但呢啲就係現實。用手邊嘅材料，拎自己最中意嘅味道。洋葱蒜米炒到香味四溢，你話做人係咪都要揾啲出路呢？就係呢啲小細節決定咗最後嘅味道。原本仲諗住落白葡萄酒，但冇期目，所以就唔落。有時食嘢唔使跟到條條框架，只要調到自己心口味就夠勁。攪拌到啱啱好，留住原本想要嘅鮮味，就好似生活，點改都可以。只要你識得點樣調味，最終一定夠味。最後擺上台，好似一場隨性嘅創作，唔係追求正宗，淨係做返自己中意嘅味道。真正重要嘅唔係照本宣科，而係你自己中唔中意。食落口冇包裝，真味喺心之口感入邊。如果 feel 到啱，咁就得啦。關注我男人廚房，煮嘢就係隨性，改一改又點？重點係自己中意就得咯。